新北市永和的主题区，有一个男子定定都啉酒惹事端，含酒干啊，用灭火器拱厝边的门，即个佫伫个半暝放炮，有即款的厝边实在劲头大。 伫巷内火球射向地面，瞬间出火，佮嘣一声，佮有出乌烟。上个半暝有人伫巷内伫放炮啊！嘣一声超大声，对。然后我车还刚好停在旁边，都会吓一跳，他就会拿灭火器去撞，就是砸。 放炮就是这个穿咖啡色的衫的姓林的查甫人，当时伊骑这台脚踏车转去厝了，先将脚踏车牵入楼梯间，续来爬去楼顶，伫窗门边看来看去，续来就点炮啊，直接弹落楼骹。这巷底拢是汽机车，万一若导火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喝酒闹了大小声，晚上会大小声。 厝边隔壁也受到测，自从伊伫新北市永和市这间厝，就时常因为酒醉情绪失控，搁捌黑白等空酒干啊，闹去到警察局。之后呢，甚至找厝头家希望讲会使斗相共，请伊搬厝。构成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1项4款，性未造成人员及车辆伤亡。 警方表示讲，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派出所登记有案，这一个闹市开2张罚单，总共4000块的罚款。厝边讲家在已经搬厝啊，生活总算较安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